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這一期我們聊一篇文章，《經濟觀察報》8月16號刊登的，叫支行零售業績標兵忙催收。一個銷售的標兵，現在卻去幹催收，忙催收這件事情，這到底怎麼回事啊？這份報告揭開了當前銀行業與實體經濟面臨的深層困境。這個報道以華東地區銀行客戶經理真實經歷切入，這個經理叫朱一鳴，生動地還原金融一線從昔日瘋狂放貸到如今全員催收的劇烈的逆轉。那麼咱們叫管中窺豹，一葉知秋，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反映了我們經濟中什麼個情況？通過基層各貸逾期飆升，就是逾期率、違約率，企業降薪、貨款拖欠蔓延，就是应收账款、三角債蔓延，以及銀行風控全面收緊等微觀細節，這就是經濟觀察報報道的報告，清晰地呈現出消費疲軟導致實體經濟困難，再導致債務違約，再導致信用緊縮的惡性循環，也就是求是網說的負向循環。這不僅是一群銀行打工人的深層寫照，更是洞察宏觀經濟走勢與金融風險防範的絕佳窗口。所以我們一起看一看《經濟觀察報》他這篇報道。8月11日晚7點說，魏榮獨自留在支行辦公室，等待他的是支行領導的又一次督導。作為一家股份制銀行華東地區支行的零售業務客戶經理，他經手的個人經營貸逾期金額6月底突破120萬元。這120萬元什麼概念呢？對銀行來說好像不多，但是對他個人来說，經辦的個人經營貸款餘額，那麼這個120萬占了5%，那這就不少了。你從他的角度來考核，你這個不良率那非常高，分行平均水平高出3.5個百分點。支行領導對此坐不住了，開始频頻督導魏榮盡快與10餘家逾期客戶溝通，催促後者盡快償還逾期貸款。過去1個月，他天天上門，苦口婆心地勸說這些客戶盡快還款，但是收效不理想。為什麼呢？這150萬為什麼就這麼難要回來呢？朱一鳴的處境也與魏榮類似，他也是一名零售業務客戶經理，在一家城商行的華東地區支行從業7年。今年上半年，朱一鳴經手的個人經營貸逾期率，這個逾期率就是貸款逾期金額占個人經營貸存續餘額的比例，去年底增加2個百分點，超過了3.5%，高於分行平均水平至少1.7個百分點。其他同事的日子也不好過，個人經營貸逾期率普遍超過2.5%。現在大家都在忙催收一樣各自的貸款逾期率。朱一鳴說7月初分行領導前往他所在的支行考察，專門強調下半年要猛抓逾期貸款催收工作，全力穩住零售信貸資產質量。什麼意思？也就是這個個人經營貸逾期率飆升，它不是某一個人。你看這個銀行所有的客戶經理都遇到了，這到底怎麼回事呢？银燈中心披露的數据顯示，2020年上半年金融機構掛牌轉讓不良貸款本總額近1700億，其中個貸不良貸款轉讓額達到了1300億元，占比逾75%。招商銀行首席風險官徐明杰在2025年業績發布會上坦言，全市場零售信貸風險正處在上升期，銀行需繼續採取積極措施嚴控風險，確保零售信貸質量總體可控。7月中旬，朱一鳴所在的支行的行長舉行內部會議，要求所有零售業務客戶經理全力打好這場催收戰。客戶經理現在忙催收，趕緊把這個逾期率給它降下去，把錢要回來。怎麼忙催收呢？為了壓降自己經辦的個人經營貸逾期率，過去3個月，魏榮一直在努力。工作日一大早，他會上門與逾期客戶磋商，講解貸款逾期對個人徵信記錄的負面影響，嘗試說服他們盡快還款。魏榮告訴記者，今年初一名餐飲店主找過來申請12萬元個人經營貸，你看啊，開餐館的
我们要知道他的客戶都是些什麼人，為什麼逾期，這也就說明經濟出現啥問題了。開餐館的要借12萬經營貸，拿到貸款後的最初3個月，餐飲店主按時還本付息，但從5月份起，他沒有向還款賬戶匯入1分錢。那為什麼？還了3個月，後面不還了。魏榮迅速向這名店主致電詢問逾期原因，對方表示生意不太好，資金周轉有點困難，但他會想辦法還清逾期貸款。你看看，開餐館的3個月就不行了，生意不好嗎？當然我們先排除他說假話的這種，但說不定這貸款去吃喝嫖賭了，對不對？1個月後，餐飲店主依然沒有向還款賬戶匯款，魏榮再次致電詢問仍未還款的原因，對方表示近期身體不太好，需要住院，等出院就想辦法償還逾期貸款。魏榮只能等待，那你還能有什麼辦法呢？到了7月份，他發現這名餐飲店主仍未還款，就是2個月了啊。魏榮只好登門拜訪，催促其盡快還款，但對方明確表示別再催收了，自己現在真的沒有錢還。魏榮說他經辦的除個人經營貸存續期的客戶有180位，其中16位在今年1、2季度陸續出現還款逾期，總計逾期金額一度超過150萬元。不少逾期個體戶最初表示自己會想辦法還貸，但1、2個月後，他們要麼不接電話，要麼直接說生意不佳，一時半會無力還貸。若自己個人徵信報告增加了貸款逾期記錄，他們只能悉聽尊便。也就是說，催收的人說：“哎，你要不還，你這徵信就花了，徵信花了以後借錢借不了了。”那這些人怎麼說啊？那愛咋地了？我現在已經就爛泥扶不上牆了。這他生意一天比一天差呀，看不到希望，他只能是破罐子破摔。這通過這個，咱們是知道經濟是什麼個情況。他一共是180位客戶，16位客戶出現問題了，一天比一天差，借的錢還不上。7月初，魏榮選了幾家遭遇階段性資金周轉缺口、業務基本面相對穩健的個體戶，如小微企業，向銀行申請無還本續貸，就是不用還本金續貸。某種程度上，此舉可緩解自己經辦的個人經營貸逾期率高企情況。他說銀行很快同意4家個體戶如小微企業的無還本續貸申請。實際上這就把雷往後滾了，大家要記住了，這人反正還不起了，說給他讓他無還本續貸，就是往後續貸。說他這個人雖然他現在經營不好，但是感覺他還挺努力，並沒有放棄，沒有，所以咱們就不能拋棄他。就出於這種目的啊，你往後續，你的貸款的不良率就降下來了，對吧？是你續貸了嘛？無還本續貸什麼意思？就是你不需要把前面的還起來，再借給你新的，叫借新還舊，不需要的，你就直接就辦個手續，無還本續貸，應該是這個意思。那你說，如果生意繼續不好，這個雷不就是往後滾嗎？他能還得起嗎？一天比一天差。當他給剩餘的9家逾期客戶遞交無還本續貸申請時，風控部門明顯收緊審批門檻，從嚴核查申請企業是否符合無還本續貸相關條件。魏榮了解到，風控部門之所以收緊無還本續貸審批門檻，主要原因是防範這類舉措被濫用，成為部分零售客戶經理鑽空子，變相壓降零售貸款逾期率與逃避自身催收義務的工具。那魏榮呢？只能頻繁上門催逾期客戶盡快還款，而客戶和他玩起了躲貓貓的遊戲，以出門辦事為由，遲遲不肯見面。這導致魏榮經手的個人經營貸逾期率從7月起一直徘徊在5%。支行領導開始對他的催收成績感到不滿，督導他加大催收力度，要不行就把你優化掉了，對不对？不行就扣你的工資。8月11日晚，是魏榮過去1個月遭遇的第3次單獨開會督導，領導對他進行督導，而其他領導的措辭一次比一次嚴厲。7月初的首次督導中，支行領導要求他主動與逾期客戶加強聯繫，用好自己與客戶之間的交情牌，催促他們盡快還款，打感情牌。7月下旬的再次督導中，支行領導表示，若魏榮不在月底前顯著壓降個人經營貸逾期率，
他每月將被扣減30%的績效工資。若他能盡快將经辦的個人經營貸逾期率壓降至分行平準水平，銀行就會分期補發。你看，還是要扣他的績效工資，扣錢。8月11日第3次督導中，支行領導向魏榮直接發出下崗警告：若這個月仍未顯著壓降個人經營貸逾期率，他的年度工作考核成績將受到明顯影響，很可能排名墊底。到時候，銀行可能會將其納入末位淘汰範圍。支行領導直接讓我在未來3周集中所有時間和精力忙催收，其他零售業務工作、賣理財、保險產品和拉存款呢，都可以放在一邊。魏榮告訴記者，我就想到什麼呢？我就想到现在好多人打破腦袋還要進銀行，你打破腦袋進了銀行，也就是這種客戶經理。你說現在客戶經理好幹嗎？不是魏榮一個，對不對？大部分人都不好幹，壓力很大，業績，你把貸款放出去了，要不回來。這種零售，你看看，近日他此前的催收努力也迎來好消息，2名逾期客戶表示可以在8月底前償還50%的個人經營貸逾期貸款，這能讓他經辦的個人經營貸逾期率下降0.2個百分點，對吧？還差3個百分點，他現在只能搞0.2個百分點，有啥用呢？所以說。銀行也不容易，在銀行上班，但是你要想到這還不是最慘的時候，是不是？現在只是一天比一天差，到年底到明年呢，那更慘。8月以來，他開始向同行取經催收技巧。一名國有大行零售客戶經理給魏榮提供了一個思路，讓魏榮說服10餘家逾期客戶先償還小部分逾期貸款本息，再讓他們與銀行磋商延長還貸期限。如此，銀行不會將這些重組後的貸款納入逾期範疇，魏榮身上的個人經營貸逾期率與催收壓力隨之減輕。這些都是叫玩花活，是不是？這些都叫移花接木、障眼法，他根本就沒有解決這些借錢的人他的還款能力，他解決的是只不過是賬面上的那個數字往哪兒填，填到這兒就好看一點，填到那兒不好看，不就這意思嗎？你這玩意你往後拖，你最終醜媳婦要見公婆。這些人還款能力沒有改善，經營狀況沒有改善，最終這些錢拖2年、3年、5年還是還不起，越拖越多，是吧？這是沒有解決根本問題，這解決的只是這些表面文章，這實際上就是叫鴕鳥政策，掩耳盜鈴。2年前，魏榮是這家支行的零售信貸業績標兵，你看看業績標兵，現在要下崗。2024年，他每周跑遍支行周邊的街道與寫字樓，每月都能開發約10位小微企業與個體戶客戶，這讓他每月新增個人經營貸投放額位居支行前列。你看幹得多錯得多嗎？你看你是零售業標兵，那說明他賣得多，客戶多，那賣得多你就逾期的就多。現在那一年他拿到約10萬元的年底業績獎金，這是他從事銀行零售客戶經理逾4年收到的最大的一筆獎金。他說，2年前自己忙於招攬客戶放款，現在卻忙於向客戶討錢。在魏榮成為支行零售信貸業績標兵後，有同事曾提醒他不要重蹈首年業績標兵、次年催收大戶、第3年成督導警示典型案例的覆辙，基本上都是这個過程啊。當時他沒有把這句提醒當回事，因為他相信客戶都是他精挑細選的。例如給餐飲店主申請個人經營貸前，他會花費1-2周時間，頻繁前往這家餐飲店觀察客流量，確定其收入穩定性，足以按時還本付息。你看看他挺認真負責的，也就是他看着這個客戶並不是說騙貸款去吃喝嫖賭去消費，人家真是經營貸，那怎麼越經營還越差呢？這就是問題的吧。在給商超小店申請個人經營貸前，魏榮會排查這家商超小店周邊的同業競爭狀況與附近居民購買力，確認商超小店有足夠營收還清貸款本息。這讓魏榮產生了自信，自己精挑細選的貸款客戶不會出現還款逾期，也就是他對還款來源、現金流都進行過考察，認為沒問題。問題是你考察有什麼用呢？傾巢之下安有完卵，整個經濟不好，這些商超
這些餐館這關門的多是吧？也很多的就干個1年就關門。我記得誰有一個網紅，粉絲上千萬的，2000万、1000萬的李连良，干餐馆干3個餐館，干一個倒一個，干一個倒一个，是不是有人懷疑他洗錢了？洗錢也不至於，3個餐館倒了好像也沒賠幾百萬、500萬吧，這就已經說明問題了。然而自今年起，這些客戶陸續出現還款逾期。上述出現還款逾期的餐飲店主，就是魏榮在年初花了2周時間考察其客流量。你看看，那就是半年前，年初花2周時間看的還是不錯的，半年後就要死了。你說這叫什麼事？確定生意不錯後，才給店主辦理了12萬元個人經營貸款。我時常捫心自問，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差錯疏漏，讓自己從業績標兵一下子變成了催收大戶，甚至可能成為督導警示典型案例。魏榮說我們要問的是不是魏榮，我們要問的是這個餐館既然半年前看着還行，為什麼半年後它連流水都沒有了呢？這是問題啊，這不就反映了經濟運行情況嗎？近日魏榮復盤自己經手的每一筆個人經營貸，發現自己總喜歡在一個相對樂觀的場景假設下，研判貸款客戶的未來收入與資金流水狀況能否還本付息。例如他看到上述餐飲店年初客流量不錯，就會想當然認為這家餐飲店客流量長期如此。再如他發現商超小店周邊缺乏同業競爭，就會認為其生意長期穩定向好。但現實是不少餐飲店的高客流量與商超小店生意穩定是短期現象，不具備可持續性。魏榮從未想過這種場景假設。魏榮坦誠自己低估了金融風險的滯後性，尤其在一味招攬客戶、擴大個人經營貸投放規模期間，他沒能通過樂觀、中期、悲觀等不同維度場景假設評估貸款客戶的差異化實際還款能力，進而導致當前自己經手的個人經營貸逾期率居高不下。金融風險的滯後性或許會遲到，但不會缺席。他說半年他的客戶居然發生這麼大的變化，那恰恰說明這個經濟是不是從年初到現在就繼續惡化。當然了，這個餐館商超只是一個縮影。7月起，朱一鳴注意到他所在分行的個人經營貸審批權限被總行收回，且各貸風控模型又做了一輪參數調整。風控模型調整參數的目的是進一步收緊個人經營貸、個人消費貸的審批門檻。朱一鳴說，這就不是好現象。你要記住了，這個你看，本來向社會放水，這個條件還是比較寬放的，那放的水就比較多，大家沒錢還可以去借。現在把放水龍頭給擰緊一點，是不是水就少了？水少了，不就是越渴越吃鹽嗎？你本來下面就等着要錢是吧？這些餐館、這些商超沒錢，他本來就要借錢，結果你把水龍頭還擰緊了，他就借不到錢，借不到錢死得更快，這不就抽血嗎？是不是這個邏輯啊？他自身造血能力差，他本來就要靠外部輸血，還得苟延殘喘，演一段，結果你給他抽血，你把水龍頭給擰緊了，這就叫。但是銀行不這麼幹也不行，銀行哪個銀行願意說我把這錢貸出去收不回來啊？所以銀行它也是理性的，它收緊這個水龍頭，它是理性的。但是等到所有的金融機構都理性，那就是這就是非常瘋狂，那下面缺錢的人更借不到錢，是不是？這是不是惡性循環嗎？風控部門為此還想出了新招數。6月，風控部門還將企業存在降薪或薪酬緩發的情況信息輸入風控模型進行參數調整。你看啊，工資晚發，銀行就認為你這個企業不行了。所以我一直說的吧，咱們如果你們單位工資緩發拖，你就知道這企業不行了，不行你就趕緊的騎驢找馬。一次拖還可以理解，第二次拖，越拖時間越長，那說明越不行了，騎驢找馬，不要等到它黃了。到時候你在裡面再耽誤個幾個月，沒必要。最後導致工資是越欠越多，時間越拖越長。你走吧也不是，不走也沒錢，走感覺已經拖了你半年工資了。所以說就很容易陷進去。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一旦發現拖欠工資的時候，趕緊想的是不是要跟他打官司，而是想着趕緊騎驢找馬，盡量能找一個新的工作。
不能在這地方耽誤時間、浪費精力。你看銀行人家把這拖欠工資、緩發工資都列為風險，認為這家企業不行了。一旦相關企業的員工申請個人消費貸，將面臨拒或者壓降個人額度。以往大中型企業的員工申請個人消費貸，銀行基本來者不拒，直接按貸款申請額度發放。針對個人經營貸的審批，參數調整後的風控模型不再側重關注貸款申請企業的現金流水與訂單狀況，更關注當地相關行業是否存在貨款結算拖欠、景氣度下滑的問題。你看，不光看你餐馆行不行，是要看你当地的那整個的餐飲行業怎麼樣。你看看這風控，對存在這些行業問題的貸款申請企業，風控模型也會壓降實際授信額度，甚至直接退回貸款申請資料。得如各貸風控審批处員朱一鳴在所在的分行領導解釋說，此舉可以在源頭上降低個人經營貸與個人消費貸逾期風險，間接減輕零售客戶經理的催收壓力。朱一鳴說，這些風控舉措會顯著壓降個人逾期率，減輕零售客戶經理的催收壓力，但也帶來了雙刃劍效應。7月以來，他的個人經營貸申請件被退回的比率較上半年增加 20%， 其中4家下游訂單穩定、現金流水不錯的小微企業的企業主的申請，都因風控模型判定當地相關行業景氣度下降，出現貸款結算拖欠跡象的被推薦。也就是說，風控部門認為你申請貸款這企業他所在的行業已經有逾期的了，結賬也不及時了，這個行業不行了。因為這個行業不行，所以雖然這家企業還行，但是不好意思，朱一鳴目前爭取到的最好結果是風控部门同意放貸，但貸款授信金額只有企業貸款申請的申請額的 70%。如今我們每天的忙催收完成貸款逾期率壓降考核，頻繁開會匯報工作進展，找風控部門溝通補齊貸款申請資料，哪有時間加大展業拓客力度？朱一鳴說，什麼意思呢？經濟觀察報的報道，通過一篇報道咱們看到，一個是金融行業現狀，一個是實體經濟的現狀，尤其是小微企業，是吧？這種咱們不說大江大河，咱們說的都是小河，這些小河乾了，对不对？你大江大河怎麼辦？无數條小河正在乾涸，實體經濟啊。第一個說明實體小微企業與個體戶經營陷入困境。文中提及餐飲店、商超小店等個體戶和小微企業在获貸初期生意尚可，但是隨後在半年以後，是吧，普遍出現生意不佳、收入不穩定、資金周轉困難的情況。就半年時間，我們要知道這叫蟑螂定律，一家銀行一個客戶經理這樣，那你說其他的有多少？這就構成了，是吧？我們今年大家感受的是越來越嚴峻，是吧？越來越困難的這寫照正好也對應上了。小微企業收入經營缺乏可持續性，就是不穩定，所以我們很多人經常會拿穩定態去推算，那就得出個結論，這行業可以幹，我就自己來幹個餐館，我來搞個超市。實際上你是拿它的穩定態去測算，實際上你就算錯了。這種小微企業它就是不穩定，不穩定才是它的特徵。過去看似穩定的客流量與經營流水，實際上是短期現象，在市場消費疲軟或競爭加劇之下難以持續，直接導致客戶無力還貸，甚至擺爛，悉听爭辯，是吧？你要善徵信就善徵信。反過來，我們再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不就是消費疲軟嗎？消費與就業市場的疲軟，降薪、貨款拖欠。風控信息顯示，部分企業存在降薪或薪晚發的情況，使得大中型企業員工個人消費能力的消費贷和還款能力受損，直接影響消費貸的審批與風險。供應鏈占期風險上升，小微企業普遍面臨貨款結算拖欠以及行業景氣度下滑的問題，導致整體實體經濟循環不暢，企業現金流斷裂風險增加。那麼從銀行端來看，那就是銀行零售信貸風險加速暴雷，就是不良貸款激增，个貸逾期率顯著上升，基層客戶經理經手的個人經營貸逾期率普遍攀升，部分高達 3.5% 甚至 5%，
遠超平均水平。而招行等高管也证實，全市场的零售信貸風險仍處在上升期。所以说，刚才那種情況不是個別的，而是普遍。2020年上半年，金融機構掛牌轉讓不良貸款本息總額1700億元，其中個貸不良佔75%，達到1300億元，反映出個人及小微企業違約風險極高。那麼，金融機構就面臨着信貸緊縮、內捲式風控的雙困境，風控門檻大幅收緊，導致融資難。小微企業融資就更難了啊！銀行收回審批權限，並調整風控模型，對遭遇行業景氣度的下降或貨款拖欠的企業直接拒貸或者壓降額度，這使得即使是訂單穩定的小微企業也難以獲得足額資金，容易陷入債，再到經營惡化，導致違約的惡性循環。這不剛才說的，客戶經理從昔日的展業拓客被迫轉為全職催收。面對扣減績效、下崗警告以及末位淘汰嚴格考核，金融從業人員精力被大量消耗在內部督導和拉鋸式催收上，難以服務實體經濟的新增需求。實體終端收入縮水，餐飲、商超等小微實體經濟不佳，客流無法持續，企業因景氣度下滑出現降薪或薪酬焕發，導致普通員工收入預期下降，減少消費，消費能力減弱，進一步導致小微企業和個體戶生意更加難做，無力還貸，這就形成一個消費與經營的負循環。那麼還有一個負循環，就是債務與信貸的負循環，違約率上升，經營惡化，導致個人經營貸與消費貸逾期率大幅攀升，導致銀行風控就收緊，銀行為了避險，上收審批權限，提高風控門檻，甚至對訂單穩定的小微企業也進行拒貸、壓價貸款，因為你那個行業已經出現還不上款了，所以你即便是那個行業還不錯的，銀行也不貸，導致什麼？這企業本來要錢，小微企業結果貸不到錢，那他也真的就不行了。小微企業因無法獲得足額的資金周轉，導致現金流斷裂，進而引發更多的逾期和倒閉，這就形成另外一個債務與信貸的負循環。那麼供應鏈傳導負循環，上游企業或相關行業出現貨款結算拖欠，貨款拖欠直接拉低整個行業的景氣度，引發銀行風控模型對該行業整體降額退件，使得產業鏈的上游下游企業同時面臨資金鏈緊繃的困境。這就是抽血抽貸導致的金融機構內部的產能負循環，資源錯配內耗，銀行基層人員從原本拓展信貸支持實體經濟的業績標兵，轉變為全職忙催收的防守狀態。在嚴厲的末位淘汰和績效扣減壓力下，客戶經理無暇去挖掘和支持優質的新增項目，導致金融資源無法有效注入市场來激活實體經濟。所以到處都是負循環，一損俱損啊！消費疲軟到賬期拖欠，導致經營困難，經營困難導致貸款逾期，貸款逾期導致銀行收緊信貸，導致實體進一步缺血崩潰。所以這就形成了一個完整的負循環。市場各方、消費者、小微企業、大中型企業員工、銀行基層在避險心理下，避險是一種理性選擇，這個鏈條每個人他都是理性選擇，但是由於大家都是理性選擇，所以一疊加就導致宏觀上的經濟緊縮負循環。所以這就是我們說的，我們每個人在當下存錢那是對的，我們每個人要存錢過冬天，要以防是吧不时之需，要防裁员、防降薪。我們從個體来說一點錯誤都沒有，就應該這麼幹。但是如果大家都這麼幹，那集體都這麼幹，最後就形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緊縮負循環。我想這恐怕也就是有關部門就特討厭這种人，就像我們這種老說不好不好，你知道不好就行了，你一個人知道就行了，不准传播啊！你老对別人說也不好不好，大家都認為不好，那完了。所以你知道不好，那你一個人知道，不要告訴別人，讓他們去花錢，讓他們把錢從工行取出來，去該幹嘛幹嘛。所以你老說不好，那就得罪有關部門，沒毛病。所以最好是你自己知道就行了，心裡有數，沒有那麼多人去填坑，
那路怎么可能平？都不去填坑，是吧？大家都不去买单，没有那么多人去买单。实际上，你去把钱从工行拿出来，去投资，去红绿市场，去消费，或者去消费貸款投資，如果没有你這麼去幹，你這個就是買單。如果沒有你買單，那這個怎麼好得起來？所以必須得有人買單，這意思。有人老在這喊別買單，那你說人家多生氣，那這就怪罪於你。本來這人準備出來買單呢，你在這勸他單，別犯傻，買單不買單看大家自己的。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評論，謝謝大家。